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美国甲以色列空袭伊朗，包括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在内，有48个高层死亡。伊朗展开报复，嘛影响到法国、德国甲英国。受到战争影响，台股早起是到200-800点，也毋过落尾收盘是到319点，有收到35000点的关卡。台南咸水芳仔炮今仔开始连续2天，今年有3座主要的炮火城早起先叫起行亮点，活动正式起工。来看美国甲以色列做伙空袭伊朗，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运用 B-2 稳型轰炸机打击伊朗的大道飞弹设施。目前嘛证实讲，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在内，共有48个高层死亡。伊朗的革命卫队总部嘛已经毁掉了。川普是讲，战争大概会个继续4礼拜的时间，美国嘛愿意甲伊朗来对话。目前嘛已经有3个美军殉职，5个人重伤。美军伫咧过去36点钟内发动上强、上复杂、上精准的攻势。根据五角大厦影片，美军出动足侪架 B-2 稳型轰炸机，对伊朗的弹道飞弹基地还有防空系统进行全面轰炸。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社群媒体佮指出，美军伫咧短短几分钟，就甲9只伊朗的军舰降落沉海底。伊朗的海军总部嘛防破坏，虽讲战果真好，不过美方嘛证实已经有3个美军伫咧行动当中牺牲。川普讲，伫咧达成所有战略目标进前，可能有更较侪美国人流血。We have hit hundreds of targets in Iran, including Revolutionary Guard facilities, Iranian air defense systems. Just now, was announced that we knocked out 9 ships plus their naval building, all in a matter of literally minutes. 这波空袭的核心目标是针对伊朗的高层指挥体系。川普证实已经甲统治伊朗买40档相关的领袖哈米尼枪杀，批评伊规双手拢是美国人的血。卫星的相片显示，伫咧德黑兰的革命卫队总部，还有足侪架情报指挥中心，已经变作是臭菜荒。包括国防部长，还有武装部队参谋长在内，48个军政领导人嘛传出伫咧这摆行动无名，互德黑兰高层失去核心。军方甚至佮传出大规模投降的意愿。Last night, all over Iran, the voices of the Iranian people could be heard cheering and celebrating in the streets when his death was announced. The entire military command is gone as well, and many of them want to surrender into saving their lives.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亚里克表示，伊对激烈的军事行动感觉真不安，呼吁各方应该转去外交的步数。川表示，虽讲目前战事是真美，不过美方并不是无要沟通，伊个消除核武，还有飞弹威胁的行动，会搁拖4礼拜左右，而且公开化约，要求伊朗的民众把这摆唯一的机会，甲独裁政府推翻。同时，爱村的武装人员唔通搁坚持落去，若无会面临毁灭性的打击。目前中东足侪所在拢已经提升安全戒备，后边嘛警告，长期的战争可能会有无法度预测的效果。公视新闻陈伟仁编译。伊朗为着要报复，嘛影响到法国、德国甲英国这3个国家，嘛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伊朗乌白攻击，造成法军驻阿联基地受到损害。英国的战机嘛紧急升空来攻击无人机。这3个国家的领袖嘛有共识，准备要对伊朗来采取必要的防卫行动。耶路撒冷警报声直弹，有飞弹飞过来。不过以色列防御系统看来有成功拦查。根据救援单位的通报，了后有一粒飞弹伫耶路撒冷的街路爆炸，有人受伤。伊朗展开中式升落4号的行动，以无差别的方式报复附近的国家，向以色列本土甲几个中东国家的美军基地发射飞弹甲无人机。以色列北部、中部有几个所在空袭警报一直持续咧弹，暗时会当伫咧天顶看到拦查爆炸。以色列讲，伊朗的攻击大部分拢去防空系统拦查起来，不过几个所在也是传出爆炸的声音。伊朗讲，这个行动主要针对美国伫咧中东军事资产，甲支持以色列的力量。伫咧因最高领袖哈米尼死亡了后，有消息讲，国家安全委员会首长拉里加尼，也就是哈米尼的新爸，会暂时代理伊的工作。به طور طبیعی جنگ یک زد و خوردی است که همیشه برای مردم ایجاد نگرانی می‌کند. اما این نکته را باید توجه داشته باشند 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امروز از یک ظرفیت خیلی خوب، از یک تجربه مهم برخوردارند.
阿拉伯国家有几个驻美军的基地，嘛去有飞弹锁定或者是攻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表示，伊朗飞弹针对阿布达比附近的迪哈胡拉空军基地，虽然防空系统有成功拦截，不过飞弹的碎片落在市区，造成百姓死亡。当局谴责伊朗侵犯国家的主权。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伫中东上大的空军基地之一。这个所在受到伊朗飞弹的攻击，卡达的防空系统拦截几啊粒飞弹，伊嘛大声谴责伊朗侵犯因的主权。伫个麦兰马附近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总部，巴林确认因受到攻击，当地启动空袭警报，空中出现乌烟。也若科威特伊朗的飞弹瞄准阿里萨里布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也若约旦军方的通报，至少有2粒飞弹伫飞过约旦领空的时阵轰拍落来，北部有发现飞弹的残骸。约旦讲，这飞弹会威胁国家的安全。另外，沙烏地阿拉伯表示，受到暗时有传出爆炸的声音，而且有防空拦截。因的外交部强烈谴责伊朗对几个国家的侵犯，支持这个国家采取回应的措施。叙利亚苏维达省爆炸有重大伤亡，有一栋大楼去互伊朗的飞弹拍到，爆炸的碎片扬飞，若像有飞弹射过界。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再来看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是宣布讲，替台胞证哦，麦当做回撤离。咱国外交部是表示讲，目前是无收到有国内民众有撤离的需要，嘛已经展开后期的行动。外交部嘛宣布讲，3月1日开始，巴林、科威特等6个国家调整做甘马些旅游警示，嘛请民众就唔通去这个国家。美国甲以色列联军对伊朗发动攻击，即马中东的局势紧张。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伫咧初一半暝发布中国公民的撤离通知，说讲到除了中国护照、台胞证嘛会使做登记，呼吁中国公民包括港澳台同胞赶紧撤离。这互咱外交部强调，台湾的领事保护权无应该成做政治操作的工具。政府已经同步展开国际护侨行动，请直接联系我国各驻外管处。外交部也提醒国人，在中东目前复杂的局势中，寻求中国协助的风险。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无论各国或者其他的一些机构组织，都会发挥人道的精神，也都不会做无谓的政治因素的顾虑或考量。那这一点，我认为国人还是在以国家保护的这个工作为优先。行政院长邓英凯第一时间表示，已经要求当地所有外交管处提供上介好的服务。我国目前伫中东也个西亚地区，包括以色列、杜拜、科威特、巴林等等，有18个主要的驻外管处。学者讲，中国想要趁机会食台湾的豆腐，这已经唔是头一摆咯。毋过北京甲伊朗哈姆内政权的关系是这尔好，咱台湾人若是甲家己结做是中国人，这恐惊会更加危险。第一个是他个人的人身安全，中国的撤侨基本上是撤回中国，他对于人身的监控跟这个管制等等，我是不是真的比较安全？第二个就是说，他非常有可能因为这样子被放大拿来作为这种所谓的样板或者是这种宣传的工具，跟伊朗的关系密切，反而会不会在这撤侨过程当中被美国盯上？外交部初一开始嘛调整旅游警示，将巴林、阿曼、科威特、阿联、沙地阿拉伯、卡达等等的国家，自原本的第2级的黄灯调整做是第3级甘马式的灯号，好大家伫这段时间唔好去到遐观光，若无必要的代志嘛唔通过去。局势即马上界紧张的，包括伊朗、伊拉克、以色列、黎巴嫩、巴勒斯坦，继续依持红色的警示，互国人赶紧撤离。记者综合报道。受到战争影响，台股早起大落要800点，指数嘛落破35000点，也毋过无到1点钟内又个扭转来35000点。台积电脑早盘上价是落到1940块，是落55块，落尾是落20块，1975块收盘。台股是收伫35095点哦，所以今仔是落319点。有专家嘛表示讲，今仔盘势显示讲，投资人哦，佫真有信心。虽然落淡薄仔嘛，毋是歹代志。对台股的长线来看，电得较好。美指数升悬，加上顶礼拜美国四大指数收乌，初二台股开盘就像市场预期，加权指数开盘捌淡薄超过800点，收35000点。宽达股台积电早盘也同款疲弱，上价捌1940块，半55块，也毋过开盘也未1点钟，台积电加台股呈现真大的上升，真紧缩小无好。开低走高，表现是比预期中来的强啊。那我想这个也不会太意外。
那最主要是，其实台股来讲的话，最核心的部分还是在 AI 的一个族群啊。那预期来讲，还是会是今年最受惠、趋势最明确的一个族群啊。美战术唔难影响初二台股走势，其他类股也受波动，像航运族群，都因为荷姆兹海峡有可能封锁，也是中建需求，包括阳明望海甲中型，初二股价开盘上攻，也毋过盘中气势收煞，续航力又话爱观察，也毋过伫航空族群，因为战术影响部分班机停飞，像华航、中型航股价拢无。因为这个荷姆兹海峡封锁，所以货柜跟散装的运价有可能会上涨，所以船运类股的股价会相对比较有受到关注。但相对的油价上涨的话，对于这个航空族群可能就会比较有压抑。专家分析，这礼拜有外爱关注美伊战术发展，虽然台股下档支持无弱，也毋过有期要上攻的机会也无大，可能出现回盘的走势。落伫34000点到35000点这卡单的震动可能性悬。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甲以色列合作空袭伊朗，因为伊朗的防空系统是运用中国稳定预警雷达、俄罗斯亚 S300防空系统来打造的。外界是认为中国甲俄罗斯亚的防空系统整合恐惊有问题。有军事专家嘛建议台湾应该得爱参考美军精准的情报，甲斩首作战的经验，来整合美国甲咱国造的防空系统，建立台湾之盾。美国发动史诗级的怒火行动，针对以色列执行真多摆长距离的精准打击，大规模空袭伊朗德黑兰。虽然伊朗境内有防空系统，嘛有家己造的飞弹，也佫挖靠中国远程的预警雷达、防空指挥系统、红旗7飞弹，佫来自罗西亚 S300的防空系统等等。但是这规组看起来哪像是用豆的弹弓车，面对美军的空袭，完全是记载袂牢，嘛反映出中国甲罗西亚防空系统整合的问题。各国最关心的就是到底这些雷达的相关的参数是不是早就已经被美国或以色列已经知道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为证明未来在空防上面的话，可能中国制的一个体系化的防空系统，有可能是会遭到美国的一个攻击？这届美军会使突破伊朗的防空系统，学者讲关键就是美军伫个代志进前就已经做好十全的准备，已经收集真侪电子参数。啊，这届执行的空袭行动，透过电子的冷杀结合硬杀，互伊朗的防空网失灵。啊，台湾面对中国的飞弹威胁。大总统强调要建构台湾之盾，学者分析会使借伊朗防空系统整合失败的经验，强化抗干扰，加上台湾有防空雷达，大部分拢是美规为主，甲美国制造爱国者飞弹，也有国造的天弓飞弹拢真适配。那这只要透过 IBCS 也就是战场整合管理系统的话，那就可以把各式感测器跟火力单元结合起来，成为总体防空，更有效应对各式高超音速飞弹、弹道飞弹、巡弋飞弹乃至无人机的威胁。台湾之盾的计划整合美国制造的防空武器，这要等待美国迄边点头，卖 IBCS 整体作战指挥系统予咱。学者讲，这要赶紧摕到，才会使打造多战处的防空网，反制解放军飞弹、无人机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元宵咯，气象署提醒讲，受到锋面甲华南混合气影响，明仔载各地天气是拢无介稳定哦。北部阁有东北部会明显变甲较凉冷。今仔早起，金门甲马祖的机场拢因为蒙雾，飞行机无法度起降，旅客只好伫飞行机内等待。晚近中昼，金门机场才恢复起降。航港局伫今仔早起嘛协调大马轮去马祖来疏运旅客到基隆。白茫茫一片，连外口的路牌啊都看袂清楚。金门地区因为有大雾，所以自透早7点就甲机场关起来，班机嘛暂停起降，旅客敢来当伫外口停候。第一次来，那有想好等一下该怎么做了吗？该怎么办？如果不行的话，就可能再多住一天。中午前我们受影响的人次大概接近2200人次，在中午之后来观察，来采取机动复航的一个作业。若是机场关起来，高雾影响，金门水头到厦门5通，还有金门水头到泉州石井船班，自7点40分就开始停航。实际来到台北松山机场，因为金马机场是要关起来，足侪旅客行程延误，也那候补已经被300人。本来是说可以挂行李的嘛，后来又暂时关闭，说不行，那叫我们在这边等。我看候补的就已经有300多名了，所以我可能也
补不到了，都要取消了。气象署指出，车日开始因为锋面通过，暗时冷空气线接落南，强度可能会到第6冷气团等级。到初3元宵节即天，北部、东北部日时高温干那15度左右。另外，伴随华南喷雨区刷去东平，各地天气拢会无稳定。华南雨区的影响之下，加上东北季风，各地降雨几率都明显提高，各地都是有短暂雨的天气。而在西半部地区，有些地方也可能出现局部较大的雨势。元宵节各地降雨的几率是真悬，气象署提醒，若要出去外口看花灯，就爱穿雨伞。也若拜四温度可能会较烧落一寡，拜五各有一波冷空气落南，天气变化快速，民众就爱加注意寡。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屏东的高屏大桥甲万大桥出现烟霭，空气品质都是真歹。气象单位是表示讲，南部对11月到过当当的4月天气可花，雨水较少，风杯山真高，佮加上透南风，所以提醒民众出门上好就爱挂喙罨。车来去去一大片的烟野，看起来规个蒙蒙，感觉空气介歹。有网友找下晡3、4点经过屏东万大桥，看到桥边烟甲四架，就翕起来放伫城群网站。结果有其他的网友讲，连高屏大桥嘛有同款的情形。无啥啥，拢无啥啥。昨日这南风。道拢安雾安啦。是哦。迄溪底沙迄伊就风杯沙烟道。就迄落啊，就规个雾煞煞。礼拜高雄屏东地区风确实有较透，有民众要往屏东行，上高屏桥远远就看到，想讲是前2日的火烧造成空气污染。不过过桥了后就无营业。恒春气象站表示，因为南部地区11月到反当年的4月天气可花，无啥物雨水，河床的土沙和风扣起来就硬碰碰。旱季，那雨量也少，那导致那个高屏溪的水量变少之后。那河川就会慢慢的比较干固的，这个是短暂，因为冬天至春天的这个锋面都会快速移动，偏南风转向之后，扬尘的减少。气象站主任讲，因为礼拜南风有透到5至6级，加上高屏溪两边河边的土搭，才会造成这么大营业。不过是短时的尔，请民众免烦恼，若有需要经过大桥的时，会当挂喙罨，避免吸到土沙。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再来看新竹县的地报传出随机攻击的事件，嫌犯伫公园的停车场乌白讲民众的车窗啊，民众甲窗仔门拍开，这嫌犯就使用 BB 枪乌白弹，人个随绕跑。警方嘛已经抓到嫌犯，嘛敲出3支 BB 枪甲枪支，嘛甲人移送法办。民众来公园运动散步，说不管是都要注意身躯边的状况，因为这传出随机伤人的事件。拜六民众伫台北市嘉丰5路停车场内，互嫌犯手提 BB 枪攻击。民众听到这个消息，拢感觉真恐怖。很恐怖啊！这里是公园，万一伤到别人怎么办？当然会危险啊！不过我们就不曾听到。尾仔嫌犯佫走去附近社区停车场，想要继续攻击别人。警方接到报案了后，赶紧出动，伫社区停车场内抓到嫌犯，伫嫌犯身躯顶插到3支枪，后续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初步了解，犯嫌先拍打车窗，待民众摇下车窗后，即朝车内射击，随后逃逸。经扩大周边搜寻时，又接获复兴5街某社区2台自小客遭射击，员警当场查获犯嫌，并查扣 BB 枪3把及子弹。全案移请新竹地检署侦办。进前才发生台北车站随机攻击事件，引起社会惊吓。警方呼吁民众若是伫外口拄到可疑人士，应该爱保持警戒，而且赶紧通报警方，确保自身安全，以免发生意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再来看宜兰市的东港桥是下过铁路，下骹哦，阁有东门关工业区，车流量是真大。最近哦，有民众发现讲桥哦会有阿门头落落来，惊讲会有危险。公路局嘛表示讲会赶紧派人去修理。宜兰市东港六桥卡除了夜市啊，阁有铁路通过，是大溪往宜兰市区的要道，车流量真大。近期煞互民众发现六桥有南马孔入去的情形，反而会影响通行安全。我自己走过来的话是没有遇到高空落雾的情况啦，但是确实啊，这条时间也长了，所以可能真的会有一些波动。我讲要拆要做铁路要做天桥的话，也无来做啊。拢无叮当。系哇，拢也无叮当啊。伫现场会当看到袂少南马孔留伫遐，桥顶嘛看到袂少南马孔跳起来。民众讲，这座桥实在是太老，见若有地动，就有南马孔入去。反映真侪档啊，一直拢无解决。
已经建第37栋的东港绿桥，因为铁基路关架化的工程敢有要拆，地方是一直有在讨论。地方认为铁路关架工程行政院就得要核定动工啊，公路局应该赶紧拆绿桥来营业。因为它的进度是他们在控制，我们就是配合它的那个施工期程来办理这样子的。公路局表示，绿桥南控入去的问题，会赶紧派厂商去处理。目前东港绿桥无要拆或者是改建的计划，后续会配合铁路关架化的工程办理拆绿桥的工程。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美浓有民众捡到一只狗仔囝，因为找无妈妈，所以这民众就通报农业局送去寿山动物园。动物园嘛表示讲，这只狗仔囝才1个月大，健康的状况是袂歹，动物园会先来照顾，互伊适应团体生活，再个给养护，帮伊转去大自然。红红的电火照伫一卡人啊，内面大的是民众2月底伫高雄美浓撞到洪老高鸟的台湾狗仔囝，民众因为等无交保转来，惊狗仔囝会出意外，是通报农业局送来去寿山动物园。动物园表示，这只狗仔囝是公的，敢若一个大人的手无大，因为看见才拄长财，研判大概出世1个月尔，目前健康状况拢袂歹，后续园方会照顾其到一个坎站，才可以转去野外。一般来讲的话，像这样子的小猴子我们会把它照养到大一个年龄到一定的年龄，然后会跟那个差不多同年龄层，差不多2岁或3岁，或者是1岁，至少1岁以上的那个年龄层的小猴子，让他们能够并群，然后让他们能够可以社会化。动物园表示，这嘛是因头摆收到这细只的狗仔囝，因为伊老狗鸟的状况，甲最近日本正穿的迄只胖翅差不多。园方也用心计较，专工传2只红仔来陪伴伊。动物团体表示，每年的4月到6月是台湾狗生团的季节，一般来讲，这细只的狗仔囝拢会有狗母带条条，可能是狗母高龄有出状况，才会互狗仔囝老狗鸟。通常很少会遇到落单的小婴猴自己在那边，尤其是刚出生的，那可能是母猴遇到一些情况，或者是它不小心掉落。像遇到这个的话，建议民众不要去自行捡食，因为呢，猴群呢或者是猴妈妈同母系的同伴呢，会接手去照顾这个小婴猴。农业局表示，狗仔囝随梦食古水，不过民众若捡到，都爱通报相关单位去处理，千万唔通想要留起来家己吃。若是方发现，会按照野生动物保育法上管罚30万。记者郭家祖、邱兆勇高雄采访报道。再来看北检已经约谈上百个涉太子集团洗钱案跨国犯罪嫌犯，之前查扣的跑车执行署今仔拍卖哦，有真侪民众佮车商拢准备要来标，其中有台破雪跑车，市价大约是爱8000万，落尾是5600万卖出去。伫警专有真侪真高级的超级跑车，透早就有真侪民众甲车商的代表做伙去看车，有的甚至是要来标的。看他的资料都是还蛮完整的，很新，它只有400公里而已，可以接受了，只是心里有一点怪怪的。我们只想买阿尔法啦，这个都太贵了，但是它9999的车牌。台北地检署车执行署台北分署办这场法院拍卖，要拍卖太子集团名下不法所得，这届上受到关注的，都是上头前这4台车：布加迪山地王、马王法拉利、迈拉伦 P1、甲保时捷水鸡王，市价上千万至2亿。4大神兽来说，除了 Cayenne Sport 之外，基本上来说是 Porsche， 然后迈拉伦跟法拉利当时是等于是3大，他们说当时3大神兽。大商开始拍卖这台保时捷水鸡王，行情差不多8000万，以4100万开始起标，将其买5600万红标着。5600万。拍卖已经开始，不过警专外口还是有真侪排队的民众等台北入场，嘛有人是单纯要来看车，无早50万的保证金，怎袂当入来？等了快1个小时，蛮多人来投标的。本来就没有打算今天就拍到，因为一拍通常不一定会标出去，主要是来看车况。有关这个案件，涉嫌下国犯罪太子集团，台湾嘛变做伊洗钱的据点。检方除了查扣不法所得，嘛发动被盖搜查，约谈100外个伫台湾的嫌犯，侦办的进度嘛受到关注。台北地检署他有做一些希望我们做司法互助的请求，那法务部也跟美国跟帛琉。这个相关的国家请求来司法互助，那我想目前的进展是非常的顺利。因为伫台湾的嫌犯羁押期就要满啊，专案敢会伫咧最近起诉，嘛持续受到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主体甲都市更新中心公布婚姻头一个社会主体斗六好事，3月初9开始，上要组的民众得当来申请，计共是96户，大细有大细间，大约是斗六附近细厝行情价8折到9折。
因为又是全新的，所以真侪民众有兴趣。云林头一间中央社会主体斗六好笑，地上10层楼，地下2楼。附近有云林溪生态水环公园，还有商圈、便医甲运动中心等等，生活机能方便。按算3月初9受理民众申请。要看经济状况吧。哇，怎么说？又有公园，然后可以散步啊。它的位置是处在那个市中心嘛，然后附近的机能也都不错，所以我觉得对于住屋族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分管府建设处表示，最近国都中心发布云林头一间社会主体，到底要开放租人，一天拢有超过20通电话来探问，计共有105间，其中96间会开放租人，包括68间套房，2房的有22间，3房的有6间。虽然无附家具，不过以新厝要税人的介绍来看，差不多是附近租金的8折。一般户的租金水准大概是市场行情的7到8折。那弱势户的租金水准大约是市场行情的4折哈。建设处表示，以一般户来讲，厝租差不多6910块至17520，那若中价收入户差不多4080至14450。为3月初9开始，伫咧县府大厅会互民众申请，按算6月30公开抽考啊，9月初1就会当入去住。记者综合报道。做社工哦，真辛苦，所以社工的流动率是真悬，真歹找人。桃园的社会安全网的编制虽然已经有提悬，也毋过哦，人是真歹找，佮还未补满哦，目前是佮欠130来个社工。处理备案的行政工作，也会甲社工讨论服务个案处理状况，甲平均做离职3年左右到离职的社工比，做社工工课活9年的洪国珍，会当算是真资深。伊也讲到桃园家庭服务中心社工11位，平均每一位社工手头拢有25件案件。做社工最辛苦的部分在哪？其实工作量是大的，而且不是一个案件，是同时可能这个礼拜有2个案件，下个礼拜3个，然后这样子穿插的处理，然后还有就是已经在服务中的20几个都要兼顾照顾到。社工工作环境高压多悬，薪水福利制度带袂着，长期以来社工存在离职率悬。新的人无愿意家己的问题，桃园人口突破235万人，是6都人口成长上紧的社区。脆弱家庭通报量当年升悬，就算编制提悬，正育率却当年降，去年只有80.1%，欠人力达到136人。本市社工网禁用率呢，因为中央补助员额增加，那看似下降，其实是增加的。那我们114年底呢，就比我们113年底多增加了40名的专业人员。社会局表示，第一线社工长期承受高压工作环境，单靠需要补救，也是单纯增加能力，真歹根本解决问题。会继续优化社工工作环境，同时建立更加完整的前端预防机制，甲早期介入策略。记者综合报道。家人协和电厂要设第4天然气接收站，也毋过环保团体是质疑讲土木污染，佮有各项的疑虑，拢佮有说伫去年的2月已经通过环评了，所以向行政院提出诉愿，也毋过伫今年1月就互行政院驳回，环团真不满哦，今仔去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要来争取撤销环评。基隆市协和电厂改建计划环评，去年2月伫争议中通过。环境部今年6月公告环评结果，函文同意开发单位台电动工，环团不满提起诉愿，不过行政院伫今年1月驳回，撤销环团的诉愿。环团不满伫礼拜1搁再申诉到法院。协和电厂长期土壤严重污染的问题，不管是重金属还是总石油碳氢化合物超标数倍乃至数十倍的问题，但是我们却完全没有想到，环评会在面对台电资料刻意的错漏、假造这些问题，完完全全视而不见。环团质疑环评过程争议伤济，包括无解决土木污染、各项记录、破坏环境等等，由环境律师提出9大问题，加法院要提出行政诉讼。在本案里面，协和4阶环评其实最后通过的这个东移方案，它的原本的范畴界定范围所讨论的填海地点，跟最后的这个决定的东移方案的地点，它是完全没有重叠、不一样的地点。但是本件环评却认为不需要再重办范畴界定。填海造地的工程
长达整整的8年。当基隆的自然海岸会完整的被破坏殆尽，直接是影响到了原住民以及海洋的关系。款团一日人开完记者会，今日去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希望法院会当撤销所关的决定，以及宽平处分，幸福家人居民清气的生态环境。记者台选林秀凯台北报道。疾管署监测显示讲，过年的时候有8万外人次因为走北去看医生，有8成以上拢是为着脑路病毒。另外，当下病毒疫情最近有牙关的趋势，所以呼吁民众要特别注意处理囡仔健康的状况。春节过后，学生开学工作机会也增加，疾管署示警，国内走北疫情一直清悬。根据上新监测资料，春节期间走北门急诊就医达到80308人次，创下5年同期第2高。最近这1-2个月，肠胃炎是大流行啊，大多是诺罗病毒感染，大概差不多2-3成哦。对，而且感冒可能一下子是感冒，然后马上又感染到肠胃炎，尤其是过年后。另外，当病毒疫情2月15到2月1日，门急诊都有1856人次，虽然是伫疫情低点，不过疾管署也提醒，爱细致，幼婴仔甲学生囡仔健康，若发现有爱困意识无清楚或者无好、骹手无力、筋脉会抽这些动静征兆，一定要看医生。无论是诺罗病毒或者肠病毒，这2个病毒的特色就是用酒精消毒是不大有用的，一定要用肥皂洗手。或者用那个漂白水消毒环境。疾管署表示，青少年甲大人也可能会着同病毒，不过大部分症状较轻，可能伫无时间将病毒炸转出来，就爱细致。记者综合报道。继看台中市的市电古迹台湾府如可病，伫过年的时候专正做是服装拍卖会场地。另外，伫北屯区的民俗公园的民俗文物展览厅，过年的时嘛做互厂商去卖物件。有文书团体就批评这主管机关无应该把古迹空间当作是一般的卖场来做。广告顶头讲，鞋仔是大特卖，买愈济，省愈济，爱消费者把握时间。不过地点锁伫咧台中市北屯区民俗公园，像市场那种拍卖那样，我觉得好像有冲突的样子，感觉好像这样的活动跟这边的一个发展的重心好像不太一样。民俗公园是闽南式的传统正新护良，主要是以民俗文物来做主题。不过有民众质疑，展厅伫咧过年的时阵变作是内衫、困衫，还有运动鞋特卖会，是甲古迹天差咧地。另外，伫咧台中市电古迹台湾府如可病嘛有同款的状况。过年时啊，租予厂商来做卖衫的特卖会，租场地业者强调，一切拢遵照场地使用规范来组织，并无影响到古迹本身。跟市府做承租嘛。那我们再它的整个承租项目应该有那个展览用途，我们再跟他做租借比如说租借的用途是所谓车卖会，我们都会跟他说先做报备。业者表示，场地租借并不是选定的古迹，嘛有考虑到民众较好行脚到的所在，还有合法性，而且拢依照规范甲市府申请。不过文书团体认为，市府对文化资产的经营，对整体目标甲方向是真欠缺，敢若当作是一般的商业空间来创造盈利，并无实际加好好利用，而不是让经营的厂商做一般的商业空间的处理。那任由厂商为了损益两平而作为一般的场租，所以这样的话会反而丧失了它的文化资产的定位。内容涵盖展演、餐饮与商品展售，此次市集属短期个案性质之品牌合作，事前已依规定报备，并严格管控人流。文书团体建议，对文书应该要有长期整体规划，而且要甲历史连结。市府嘛表示，这敢若是短期合作个案，未来嘛会考虑到深度的展演，还有场式活化展览，而且落实监督。记者综合报道。马祖海上会发出拿光真特殊拿目屎的景观是真出名。但当个4月到6月拢会成未少的观光客。也毋过马祖海上有真侪中国流过来本色，暗时嘛会受到中国渔船停港的影响。今仔海委会等单位就开会来讨论讲，看要安怎来处理，安怎改善。岛顶遮的粪扫拢是马祖海上的废弃物。因为东北季风含海流的关系，这粪扫含废弃物拢是对中国来的，造成马祖的观光受到真大的冲击。
除了粪扫，中国渔船暗时的灯也对环境造成真大的影响。电工馆环境资源局表示，单年的海上废弃物拢爱清600公吨遮尔济，希望中国和咱会当斗阵合作，来改善海上废弃物的问题。灯光的管制，那么在灯光管制是从晚上12点到第二天的这个6点，它一定都是不能这么大量的，可是反而在这个马祖的海上呢，有这么多的这个我们称为马祖的极光。海上的垃圾哪里来？都是陆地上去的啦，这个很多是人为的因素嘛，造成这个河川里面这个有这样，然后最后来到海上。那如果透过，当然净滩是一部分治标，没办法治本，那最重要就是将来希望能够减量。除了粪扫影响观光，海上废弃物的锅仔也破坏海洋生态。海洋委员会讲，透过座谈会，希望呼吁中国爱做好粪扫源头减量，安尼才是上直接的处理方式。大家共同来呼吁，中国也能够重视这个问题。我们自己也在源头减量，那希望他们也能够同样的透过源头减量的方式来减少这个垃圾对于我们生态以及对我们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污染。公民团体也提出4个建议，希望落实源头减量，呼吁咱的政府设烂早的设施，强化粪扫场的检测，和评估下区处理粪扫，甲中国协调，看是毋是会当将中国的粪扫运转去中国烧，因为运费比运到台湾本岛搁较俗。民间团体望这的合作方案会当顺利推动。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今年的冰箱时华人饭店的大房率只有2成，过年时嘛只有7成。为着要推杀观光县政府按算要开上月第7星潭起大型的游客中心。另外好的消息是，德鲁区的白牌楼嘛已经修理好势咯，咱做伙来看卖。开1亿8千万的7星潭旅客服务中心，特别起伫咧7星潭大桥卡北边的空地路。主体是以海岸无仔镜的造型来设计，内部除了有服务中心基本的功能以外，更有食室、铁马租借等等的服务。本体外其实还包含了我们自行车廊带的一个改善，从点到线到面到片。整个从廊带，其实我们都整个在做整体的规划。县府希望在咧太鲁阁国家公园还未完全开放的时阵，让7星潭变作是花莲上城人的观光地点。不过，根据花莲旅宿业者的统计，花莲去年在咧拜1到拜5休眠日敢若2成尔。虽望今年过年连续假期休眠率有到7成，不过要安怎继续维持，嘛变作是旅游业上关心的议题。今年跟去年来比较的话，花莲的整体住宿率基本上是提升的，对，大家也可以看到包含在我们的东大门夜市或是我们的灯会的现场，或是包含我们的南区的住宿率，其实都有大大的提升哈。花莲县商业旅馆同业工会是表示，过年连续假期休眠率虽望提升到7成，不过3月订房率目前还无到2成，希望中央甲地方政府会当有更较好的措施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伫日本代办世界博览会 Tech World 台湾馆搬转来台湾咯。伫今年嘉义主办的台湾灯会要搁再展出，行政院长邓英海当时举办启动的仪式，院长嘛表示讲，晶片就是咱台湾的名片，咱要用晶片，互全世界拢看到咱台湾的科技实力。正水的声光效果配合传统拍风雷的艺术，这场捌伫日本大阪世博的山海天光正式为 Tech World 馆起鼓。行政院长邓英台亲身主持启动仪式，宣告这座代表台湾科技岛实力的展览馆正式对日本大阪世博搬到嘉义灯会。我们可以这么说，晶片是台湾的名片。我们用晶片向全世界介绍台湾，让全世界感受到我们在高科技领域当中，让全世界看到我们产业最关键的力量。今日馆内560个显示装置甲大型投影同时运作，生命馆呈现生命之树，是日本展出的2.5倍，气势升级。也那自然馆是以加大的4K 荧幕展现玉山的景致。经济部长景明钦表示，虽然这届甲展览馆搬转来家己的行动挑战是真大，不过这嘛互台湾人唔免去到海外，就会当亲身感受到展览馆的魅力。天后馆回到台湾回家了，回到嘉义了。
这是大家行政院的交代，大家共同的愿望。我们今天踏出了很重要的第一步，也做到了这一步。台湾灯会会伫3月初3到15伫家己举办 Tech World 馆，为今仔日开始展出到3月15。就算锁定注文的已经全部拢满，也毋过现场也会看情形开放排队。这场由台湾带予世界的感动，即马转来到家乡，甲全台湾分享。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国际嘅美术活动咸水蜂仔炮今仔开始连续2天要举行，逐档嘅咸水蜂仔炮拢向世界各地游客专工来体验。今年是有3座主要嘅炮仔城，透早台南市长王伟德来主持启动仪式，先叫嘛起行绕境，活动正式起过咯。台南咸水目标标定一罐长长的炮仔吊3-4站楼悬，由于风人员甲台南市长王伟德斗阵起炮，把代表活动正式起过。虽然是日时啊，不过现场嘛是真侪民众，全副武装，配备齐全，拢提早来感受礼炮刺激。安全帽啊，然后这种厚的这种外套，然后牛仔裤。你那个经历几年了？今年从在妈妈肚子里。做送哎。哎呀，几年了？你在这边？哦，我每年都来啊。这个今年这样第一门，感觉威力不错，威力不错是。很厉害，很强。今日10月14、15这2天，台南咸水蜂炮登场，上大重点是元宵美东港。今日标榜是3座主炮城，那家家户户加起来拢总200多座。这阵先叫准备好势，开始要射景，但先叫队伍一到，沿路徛街就沿路放炮。因为今年隔壁也叫家己的台湾灯会，府城在地嘛有决定降定节，似乎嘛预估人潮会比往年更加多。咱3座的主炮城。有较无共的是讲结合新的科技，炮城顶悬有 LED 的造型，所以今年就有看到。盐水蜂炮的历史渊源，大家知道就是要去除瘟疫。那近年来有一些疾病传染病，但是我们希望在关圣帝君的护佑下，能够保佑地方平安，民众都健康平安。当然想要安全感受到蜂炮的魅力，安全装备绝对袂当减。乡亲一定要包好势，以免受伤。那起来位置，大家嘛爱斟酌，民众唔通动炮，离炮城爱上无5公尺远，安全上重要。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元宵节日是以台南的蜂仔炮，佮有台东的邯郸野上出名。为着要互民众拢会当来体验看卖的，台东县的美术馆最近就以虚拟实境的科技，互民众伫美术馆买当来体验这样刺激的活动。咻咻咻咻的咸水蜂炮，佮有嘣嘣嘣嘣的炸邯郸，这一看就互人感觉真刺激。毋过若是会惊的民众，干会使伫厝里看影片。即马台东美术馆就引进台北艺术大学设计烟电实景的科技，将炸邯郸也佮有咸水蜂炮放入去到电脑内底，互民众挂 VR 就会使亲身体验。比如说你就是炸邯郸或者是炸蜂炮都其实很危险，但是我们在 VR 里面就是让观众又可以感受到这种紧张刺激的感觉，那又可以就是用一个很安全的方式去看这种我们的一个元宵的民俗活动。这个展览头一站就伫咧台东，因为咱台东的炸邯郸是世界出名的台湾传统民俗文化之一。即届也有故宫收藏，全世界唯一一张的道教三观出巡图，嘛设计伫咧烟电实景的画面内底。在你的面前这样的走过，我相信这样的经验对于这个所谓的三观出巡图是一个新的创意。台东县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提供800个名额，会当预约体验到3月22日。完成体验，阁会使领到真有元宵节气氛的所谓奖品哦。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定民俗3档1颗的咖喱金东店的小人香是南延5大香口之一，108人的亚钢店嘛是今世世界纪录。今年亚钢店嘛伫小龙文化园区来展示。3月初5要请王，初6到初8要出巡实景，10月送王烧王船。嘉义金东店内，传统科技当咧为8座真人夜光店的夜光头开工，祈求一切平安顺利。台南市定民俗3年1科的嘉义金东店，小人香是南延5大香口之一。其中特色的108座8座真人夜光店，更加得到今世世界纪录认证。不过今年较特别是，长201公尺8座真人夜光店头一摆，伫小人文化园区展示。
包括咱行动的报名吼，由咱的官网做一个公告了，咱就开始来登记吼。有当时差不多半步吼，一步的时间就是上午108位哦，只有要报满。除了咱宗教以外，咱文化吼，咱嘛是一同来做一个所谓来做一个结合嘛吼。所谓百足情人夜光电视庙方林山108位行动，打扮做36天宫72地煞，西顺嘉里7股将军町17角头24村庄有杜煞功能。2023年头一摆，是小人文化园区，所以这摆庙方特别甲电园连结，互园区正式成做乡区重要场合。搁伫设外剧场、主舞台设置、夜光祭坛，完整呈现100年乡区的神秘科技。庙方特别有在我们这边有驻驾神明，然后设了蜈蚣坛。那3月5号我们会正式来起驾，然后3月6号到8号迎来整个活动的高潮，会从嘉里到我们的七股以及将军来进行绕境。那整个活动我们希望可以带给我们这个整个地区一个很大的安慰。小人乡百足情人夜光殿，即日起到初4进驻小人文化园区。初5是请王，初6到初8起驾出巡，11送王是王船。到时有料会吸引大批乡客涌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市有一场以鼓励做道济甲开闭的活动，佮请伊早真时行的网家人物朱家四郎做伙来参加。业者嘛送朱家四郎的电影公布版本甲红仔册，互嘉义市的20间国小，佮专工设计台语版、客语版甲华语版哦，望讲互学生会当透过放假来学母语。学生囡仔洗手，伫遐头来点姿势，最后佫提笔来表扬。除了按鼓励来做的开闭礼，嘛有幼囝来做道济。嘉义县方庙甲文创业者举办公益鼓励做道济甲开闭礼的活动，问阿要在地囡仔平安，嘛互家庭亲子来认捌传统文化。因为我小孩是孤立抓周，所以看到他们抓周的方式，就是可以知道一些孤立的抓周方式。除了鼓励仪式以外，财团法人朱家树龙文化艺术基金会嘛准备朱家树龙的电影甲红仔册，要来送予嘉义市的所有国小，看到朱家树龙的红仔一出来，真侪民众拢感觉真欢喜。抓周的鼓励嘛，还有开闭的鼓励啦，所以把朱家树龙来甲囡仔了解者，互因熟悉吼，后新世代囡仔嘛会使熟悉朱家树龙。我觉得很棒，很怀旧，对小时候的记忆都起来了。各个国角，咱全部来上咱诸葛四郎的一个影片展啊，这是咱5、6年级生的一个咱儿童的一个回忆啦哈。嘉义县方面表示，朱家树龙是真侪囡仔细汉时的英雄，红仔册内底的话嘛是勇敢甲正义的主题。伫同齐进前，嘉义市20间国小拢有一套电影甲红仔册，希望互学校会当来推广母语，认捌阿公阿嬷时代的网家甲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古早罗马时代阿兵哥甲雕成的信众哦，会食一种米粉水甲盐做的行路棒哦，来补充体力。最近哦，都胖减大一款古早阿兵哥的这物件，变做是真有路的现代甜路，咱做伙来看卖。在罗马举行的新册发表会，册名是《行路棒》的作者群讨论写新册的历程和内容。这本册讲的是古罗马时期流传落来的糕仔饼，和军人和朝圣者在唔知影什么时阵才会结束的旅途内面，会当摕来资料。主办单位嘛善用行销的考试，参考古法使用蕎麦粉、生樱岛酱和蜂蜜做甜的行路棒，互册买食。Questo pane è ottimo, è genuino. Si sente che proviene insomma da comunque una ricetta antica perché sembra di mangiare un dolce della nonna. È mieloso, è morbido, è dolce, però non troppo dolce con magari delle cose che si sentono che sono finte, si sente che ci sono degli ingredienti veri. 这行路棒就亲像大牛，主要是用米粉、水和盐做的，简单的成分就会当随补充体力，嘛较好保存。会使讲是古早版的能量棒。新册作者是用卡西结合历史和编的小说，研判托尔金的《魔手指》内面讲到的精灵棒，就是在借用行路棒的概念。这行路棒并无因为时代无共就无去啊。随时间的演进，这款大牛已经进化，嘛变做意大利正时尚的一款点心。在罗马这间城堡灶卡餐厅，会在行路棒的边仔配卡士达酱和糖浆，可以看起来搁较甜。变做爱食甜的人一定爱食的梦幻点心，而且因为伊有一段历史，嘛互行路棒有特别的宗教意义，而且店家嘛会照无共宗教来调整配方。
Per il pandemia abbiamo cercato di utilizzare delle materie prime che vadano bene anche per alcune religioni come l'ebraica e la musulmana e quindi abbiamo avviato l'iter di certificazione sia per il kosher che per l'halal. 行路旁的中心是互你找食米的历史故事，内面有古早人远行的艰苦过程，嘛用更较温和包容的形态，继续安慰现代女人的喙齿。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 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华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